最記得嗰晚好快就送咗我去威爾斯呢邊，我老婆佢更加之接受唔到啦。喺嗰一刻咁，大家齊攬住喊咁之後又如何呢？係咪？麥當勞叔叔之家成立嘅目的方便照顧患癌病嘅兒童，我覺得呢個氛圍好好咯。咁亦都係幫咗好多個家庭。到第4年之後咧，發覺原來又翻發啦。先做2期嘅化療藥，然後就再做呢個骨髓移植。每次咧佢都反應好大㗎，好遠都聽到佢把聲喺度叫啊，或者唔想做啊。最開心當然係見到佢做完個骨髓移植之後，慢慢康復。有個信念俾孩子，我哋係可以帶翻佢離開醫院咯。